啦所以呢，咱就讲先福报，这一年大家当然特别咱来做这个对这个地理不可能因为其实讲到这第十品富孝，什么叫做富？富叫做凡富，孝叫做俗富。就是讲，因为咱若做对了，到了这完结的时阵，因为伊把所有的伊的这个门人，咱讲起讲直接的传承的门人，伊地主啦直接甲叫来，叫来交代。交代什么物件？毋是讲交代我偌济钱要互伊啦我花几斤粮食要互伊啦，袂些财产要互伊，伊毋是交代些物件。伊交代未来要度化有情，咱有着这个一切众生，众生问你的法，你要安怎去处理法？这是一个甲咱做一个交代，嘛甲咱做一个上辅。安尼因为这个法咧讲，有一个迄个免讲迄个破绽，嘛免讲那个清楚。无平时咱听法听水起来嘅，咱讲对唔对，咱嘛听无嘅。什么叫大乘法，咱嘛模糊咧。讲对唔对，讲对甲唔对，咱嘛唔知影咧。所以呢，因为人讲真正内行人有明白，因为你讲的法安怎，人听得一清二楚。当然，若对法无了解，你讲嘛懵懂，我听嘛懵懂。无清无楚啦你也懵懂，我也懵懂，安尼啦所以叫做懵懵懂懂啦咱今日若做对了，伊就是一个，伊要用文字来叙述着伊的这法，伊用着伊家己心性，因为咱若做对了，伊本来就是唔捌字唔捌字内底当中伊透过着伊的智慧。来开启着这个一心法界道理所以足济兄弟姊妹大家感受着。但是咱之前在咧讲的这人咱嘛知讲，这段十个伊传承的地主，这人你有发觉应该无发觉应该啦无发觉严肃啦因咧事当中开悟来。所以有这问题，这是大地主内底啦所以呢，因为这是大地主这是做对了，伊一生内底对电脑的一个结晶，就讲起来，是大地主内底当中，因各开一方人不可能因为咱们讲到这个地十品以前当然咱嘛先来开。念一遍啦书一日还文言，书一日还文言，法海志祥，法海志祥，法达善慧，法达善慧，地上地通，地上地通，智铁智德，智铁智德，法定法如，法定法如，定法，定法，逆境不同无言。逆境不同于我灭道，我灭道，各为一行书，各为一行书。我今教你说法，我今教你说法，50分钟。先书记三科法门，先书记三科法门，动用36对，动用36对，出木即二两边，出木即二两边，说一切法无离自性，说一切法无离自性，不有人问你法，不有人问你法，出故尽双，出故尽相，该处对法，该处对法，来去相应，来去相因，究竟而法，究竟而法，真途，并并无去处，并无去处，
当然这种话啦吼，就是因为附属品嘅土地话，是六组交代这点啊，就是讲咱六组大师啊，伊嘛知影讲伊嘅时间啊特别到，因为一个圣人甲一个菩萨来实现这个世间的事实，伊咧用嘅时间特别赶，所以呢来去。一清二楚，因为伊无含糊啦吼，所以呢，因为你想讲过去一寡圣人也好啦，过去一寡这个道士也好啦，因来到这个世间，因要等的时阵，因为足简单的，因要等的足简单的，有人讲叫做做法，有人叫做恶法，有人叫做做法，做法就我坐了，我走不走？伊嘛拢无变听。有阵时呢，倒来了后，困啊转来，作安转。所以因为伊无看开，伊无看开啦，伊无执着，伊无颠倒啦，伊无梦想，所以我叫做来去准。不能那个想象呢，咱就相信，咱就看开无，咱就执着无，咱就颠倒无，咱就梦想无。若一个有执着、有梦想、有颠倒。安尼呢，咱要顺业，敢无顺业？你唔敢行嘛，你唔敢离开嘛？你唔敢离开嘛？我做就简单比喻啦吼。你若要去到泰国，安尼好啦吼。其实人毋捌出外人，要行出不好行出。看开，当唔知我当时来报的，唔知我某讲笑，唔知我囝会安怎袂，唔知我囝会安怎袂，咁样上水就对啦。敢行出去？这叫做看开，当时吼，这要行出歹行。规日困袂记了，一直咧想，一直咧想这物件想这。互你去处理去到迄个所在嘛，歹大。是啊，伊嘛一直咧想想出毋知好势，拢叫做看开啦吼。所以讲叫做看开，叫做执着，这是这个。但是其实看开甲执着是咱家己心去生出的这物件，所以咱讲安怎？一切物件，就是咱家己自作自受。换一个解释来讲，咱放袂下，想袂透，看袂开，所以自性咱来去看开，来去无变。所以心经甲你讲嘛，讲安怎？讲这个无颠倒，无梦想，无执着嘛，这物件，而且拢是救心。所以修道就是要修这物件，修到咱要来去做自然。你嘛袂讲去，我嘛袂讲我要死我会烦恼，我要死我会紧张，我要死我会痛苦，我嘛袂安。这是真正有用。咱人就是来到这个世间了后，感情，感情啊！我和你到底做久啊？我嘛来看你走，你嘛来看我走，这毋是叫做感情啊！即个迄个感情类啦，向阳不管，咱有阵时在世当中，安尼话说先讲来讲，都要紧的。但是当要等于了后，迄个心情无相像。先来先太太，就周边太太，较早有一个，较早的时阵嘛，周边伊个，嘛相当伙的啦，但是周边个对人家讲咧。我你也当往这转来，你也当往这转来，我袂甲你咩啦。咱人就是安尼，因为我想咧讲一句话，当咱做伙几十年内底当中，咱袂修这个业，袂修这个感情。但是当叫走去了后，上一大堆，一直咧珍惜这个，但是这个因缘叫性命，叫随得在内面。咱我讲随缘嘛，先讲随缘。我讲随缘，就是你执着，咱无走随缘。我走随缘，你会痛苦袂？真系痛苦。你影响谁咧？你看到伊的衫，你看到伊的物件，你看到伊的坚持，你看到伊的顶，你看到伊的脑，你就是连一直反复做这想法。不过，当在这位时阵，你会珍惜这物件袂？你珍惜珍惜嘛袂？或者关闭小花都无。对不对？当你要等伊了后，这个感觉走，但是足意外，拢要走到要想，
若唔好在世当中，好好来相处，好好来珍惜。所以信任，人一定看到这点。今日咱到这个世界，大家不是不得不讲你是人，不一分二分，三事五分，二行成因，有情人无人分，所见无成因。过去这个因缘，拢来自于无简单。咱望在等候这个机会来到这个世间，有这个缘呢。这个缘来聚合，可能差不多好啦，做朋友好啦，甚至做咱父亲也好。由于人讲这个道理来说，这里呢事情，这因呢是做事情呢，但是这因叫无为了，有咱望不咱做这个因，唔是互你当下当的时阵啊，预知呢，有啲呢无可能。所以讲因缘，那讲因缘尽则合，因缘散则离，因缘成则合，因缘离则散。既然咱这世人来，有这因缘的聚合，这个缘合，缘合安怎？是爱珍惜，敢是安尼吼？爱珍惜，无论是爸囝好，无论是母囝好。无论咱道中每一个同修也好，人伊拢有过去，人伊过去拢有修啦，人伊过去拢有修啦。当然，咱今日来讲这个经验，咱就先来看起伊，所以这点是咱要了解。所以呢，而且会当甲大师做，会当同随同调，出世通六祖共同修，会当来做为做伊的徒弟，因为你看这人无简单的，这人无简单的。这人就是咱做定义的。比如这个法坛，法坛就是什么人？法坛就是人做规定的学师弟嘛。当时人做规定，讲这个法坛咧家己定嘛。就参像讲当时分咧讲经的时阵。讲求讲经的时阵啊，有啲经拢按那个意见的嘛。所以呢，因为这个法海就是当时咱甲做位的这法师弟嘛。所以伊甲讲，伊甲讲叫做即心即本，什么叫做心？什么即本嘛？伊讲这个问题嘛。那所讲什么这就是七心嘛，这是即本嘛。离咱的时阵啊，所当经的1893页。伊就有这个物件，每一个，因为咱这不是要做这个物件，因为这是伊的传承人，这物件要讲的总。你若是讲的是啊，法达就是因为1898内底，1898内底当中，1898页内底，有讲当时拄着来做怀疑，问来做怀疑内底当中，因为法达伊是。上到我叫差不多30几个嘛，来到来做规定，人叫头家哈，伊说几个人，慢慢来做我讲，你不即万种，头就不记得，因为我这修无讲结果。这个法达，本来就即是行方法无完全对心，你头就不记得，是安怎你来讲啥？你规袂落去，幽默你讲对心。无讲无对，因为我上3点，我上30几步，互你1000万步，你10万步嘛小声。那就法达，这是法达，理性不达。根本不以理性主义，理性主义以何走？伊就做到这方面就是啥？但是法达不要，咱来做规定，做一个当头放过看。到底咱到这个迹象，当然迹象就是这样，就是叫为了头发了，感谢咱说迹象的到底是咱天到新会，当然到新会来伊是267页内底，叫伊小书啦，而且这是新会作者，都在行官，看过原地。到位了，拜访作为，这种是以
过去看出来是较地主，哦，即摆人地上，哦，咱个地上，就是讲2001个月这，咱天就讲当天啦，吼。所以呢，地通、地天、地德、发天、发主，不管是这个发主呢，因为19岁出天，哦，当然，伊含咱黄金大师收到10人。同时，在咧佛学内底当中，有业着什么人呢？业着迄个达摩来成功，哦，经常恶性，哦，这个本来，哦，本来就是无做啦。无做的时阵，我来做规定，但是咱当然看伊的书典过来讲，咱当时的这个这个这个发主啊。因为咱内底迄个当时人做规定，哦，当时迄个达摩所传承一款开光业的内底，咱是足重要的一部分。所以当时咱做规定这10个，就是讲我若死了后，恁就是我来传承，恁就伊讲逆定法，就是定恁这个人。哦，命运不同意见。哦，伊讲你这个人，他对方这个人有学想，只要无学想，他对人他不是，比你的地位，他一般这个人，他无学想。当然，你当这个好事，咱爱了解。当时伫迄个东调的时阵，迄个佛法也是作信的，你若那个国家去信的作这样。但是你若真正无到迄个内行，无到迄个战术，因为恁就是讲个佛法有可能唔一样。所以呢，因为人做规定，伊就当这10个较实有能力，人来弘正弘化，就是当时人做规定，伊传承的这方面，伊有可能这是在讲出来。那对方跟这个叫10分内底当中，如来设计是，但是亲像不可能，不可亲，不可思议的。这个人大家何当有如来阿弥陀佛上班？要如法给如来代表，你若唔知如来是自性代表，比如咱一个公司要做纸，你要继续的做纸。老板，你今日做人的囝儿事实，你要继续恁老的这个做公司，恁若最近做公司的物件拢唔捌，你要继续。好，你就继续袂起啊，就参照咱徐永明伊去的时阵啊，花东一间迄个纸片公司，咱专门做纸的。但是因头家主张把这个公司就拢交代规划，咱就领去。在做场景啦，吼，囝在安尼，囝在安尼，咱阿写安尼啦，这个时阵人咧做就好啊，感谢安尼吼。就有一日当天，阮分享，领着都发生代志，身体出毛病，要个死啊，唔大大，我大个你叫继承啊，对不对？我安尼叫迄人捌，迄人唔捌，免啊，拜托没有，的。你后边的人，后边到我这样子，后边到我捌你们离开那里边，你回来给我可能你来啦，你讲讲我意思，迄就是继承的个，艺术就是安尼，因为这是一个事业的继承但是性别的继承，继承是简单性别的继承不是讲你想拖一个来读一个会使比如咱讲看你别地，我讲咱对儿啦，咱儿当然过去咱搞这个，因为伊就咱当这个，咱当这个，就咱手这个，咱手这个，手这个就是传承来咱我不是讲我做老啦因为我无老，但是我认真做。我袂冒费，我认真做。我就咧，就毋捌，
精神会上，咱大家安定理啊。哦，这就是咱今日话题啊，因为伊当时书就是作品，一个，吼，一个，你去互伊听，当我灭度后，各为一方书，这句话就走出来。我灭度我等于了后，恁大家拢去每一个所在，在一个所在看对啦，就常常咧记录。好。8点嘛18人中校人爱心留言，啊，然后兄弟爬山，啊来呢，各处努力，啊为了去泰国，啊为了去菲律宾，啊为了去大陆，为马来，去新加坡，哦啊为对一个国家，哦安尼吼，啊这就是啊，各方一方的道路啦吼，哦5金9年xuất發，10分鐘，哦這個叫做。恁今日虽然有这个地位，但是我灭度后无啦，基本上有当去问啊啦吼，应该是安尼啦吼。如果有缘起，我灭度就我问进了后啦吼，各方一方书，恁也当书，但是呢，因为咱对咱合作会了，伊嘛作惊讲这人个，哦，甲传唔对，咱讲者要传大事过来，这个说呢，传对，因此当中呢，伊才来讲。我靠你说法，写到哪个地标了？他的爱大意说法，这就是伊是做书，伊本身的经验。伊嘛希望讲伊这找的对，拢一切拢在手上。但是伊重点讲这个所在，重点的讲这个所在，不10分钟，什么叫做不10分钟？迄个不10分钟，就讲不是你迄个本体，你离体感到安尼叫做偌的。比如你离点要拍字拍袂上，离体讲到讲法是下落去。但是咱一般顶的人咧讲一切法，是要讲伊从正是一个因缘所生的一个物件，只能这个是实法。但是其实有定啥呢？要离无离迄个本宗，宗就是伊的宗旨形象。宗就叫做哪位？宗嘛叫做道啦，道嘛叫做本宗嘛，这个本宗就是无字，这个无字无对应，有等有对，这个本宗绝对就是本宗。所以咱以这一般跟咱讲叫宗教，有无？因为一般顶的人对宗教教袂讲袂清楚，所以咱宗教如果看咱一个信仰叫做宗教，安尼个我的信仰，我就是宗教，我的信仰耶稣的宗教，其实宗就是讲这个教就是讲叫做有教，咱有教内啦吼，但是宗因为我教信念，伊袂使离开迄个宗所以咱讲法性嚟讲，例如讲嚟讲叫尊心忠诚，一中观一波，伊咧讲叫中恕之道嘛，一中观念嘛，你道讲呢，修心练性，校完修业，你讲讲咩嘛，迄叫做尊重啦，儒家呢叫做明心见性，万法一，迄讲啥物呢？注意嘛，耶稣呢？叫做细心医学，面道情理，伊咧讲啥物件？博爱。你若会讲呢？坚心定性，诚真发意，咧讲啥物件？七本之道嘛。其实迄个因当中，迄个因人讲叫做本宗，叫做本体啦，所以物件，你个教法，你个教法当中无要紧，但是迄个宗旨，若叫无义，迄个本宗也无，拢总是坏的。我即摆为了甲细节倒转来，你咧泡茶好啦，咧泡咖啡啊，咧泡汽水啊，咧泡也好啦，你若失去迄个水啦，你泡会着。你用咖啡，要来泡咖啡，若无水互你泡，你泡会出来。泡茶若无水，你泡袂出来。
泡起水啊，泡豆腐，若无迄个水，你泡袂出来咧。是毋是拢一定爱有水？水叫做本体嘛，水你若离倒袂成。你若离倒呢？咱若离倒，讲就叫做大道。当时我就是讲叫做正见，叫正道。我这讲的简单，咱的身体，咱的身体有一个分钟，所以一切物件拢叫做外道，叫做外。比如讲，咱的本性，咱的灵魂，咱的灵魂若走，对不对？这个本宗若叫走了后，你这个身躯叫做万千万法。万千啦，有多种啦，有什么四出百海啦，有风四空啦，当然当做哦。因为大家3月先会种有些条，因为你本宗的离开啊，迄个人入来呢，别人都忘记，不是啊？然后别人就讲，所以伊来讲就是讲，你今日你要讲，袂使离开这个本宗，所有的物件你袂使离开这个本宗，但是。伊就来讲啊，我先说第3科法门，多用36条，出光即利欲变，说一切法无以出现。伊即个来讲啊，我先记着3科法门。什么叫做3科法门？即个已经讲过嘛。3科就是咧来讲，伊对迄个音就是讲五音有音叫做色、受、想、行、识，这叫做五音嘛，接下来呢，伊家讲12音，12音就是咧讲啥物件？12音就是讲色，色，10干味一色心意，这就是讲六音，加入这个干味一色心意，色声香味触法，这个讲起来。这个12音，六门，这个六音，触六音，生六性，安尼叫做18界。伊18界就是咧讲到这个物件，伊即个就是讲，你这个3科，就是讲音12音，界，就是咧讲色、受、想、行、识，五音叫做界，音，就是叫啥物件？一个叫做这个叫界，这个叫音界音，界就是这个18界，18界就是讲咱欲识，咱欲定，咱欲记，安尼318，所以欲记触欲定，生六性，安尼18界。因为五音就是色、声、香、味、触、法，安尼啦，这个受、想、行、识，这叫有音嘛，叫有音嘛，但是12就是伊是拢伫这个色、受、色、声、香、味、触，这叫六定啊。你六定，你六定法，干咩？你是迄个因触定生识，咱讲的是安尼。目睭看着色，色、声、香、味、触、法。色声香味触法，目睭看着定，目睭看着色，叫做色定。这个目睭甲耳听着声，叫做定嘛。色声香，这个甲耳鼻鼻个拍，叫做香定。定叫做定，这个定就该就是这样。就是染污啊，就是这样。因有这物件了会念，会起心动念啦，伊即嘛可以讲这这个叫这物件这六音、六定、甲六色、色声香味触法，这叫做这物件叫做界，来就是音，这叫做3科，用这3科来讲。用这个来甲你讲这3样来分即摆这个物件就是讲，伊甲你讲因为讲这物件是拢甲你讲一个方法啦但是重点就是来讲伊对咧，甲你讲你讲的一切法，无论你是讲的界，无论你讲的音，无论你讲的音，总是一个
这种是一个哪个论述，但是你袂得离开本体，袂使离开自性，离开自性，讲法就是一切拢叫做外道，安尼就对啦吼。所以咱伊也甲你讲，出目即离两边，出甲入目就是入，出甲入不离两边，什么叫做不离两边？哦，两边就是哦，这两边的意思啦，吼，两边。哦，比如讲，咱若做会议讲，不属先，甲不属恶，不属先甲不属恶，这叫做两边啊，是名啊，你本来有恶，这叫做两边。啊，你不离了，你出入即离了，就是讲，你袂使出离先，甲袂使出离恶。恶甲善是一个对立的物件，哦，啊，你如果讲伫善甲恶的内底当中，你处着迄个上因，处着迄个中道义，哦，迄个中道义，迄个中道义有叫做哪？你来，咱古代讲叫做平等嘛，迄中道义咧，叫做平等嘛，平嘛，哦，叫做平嘛，无离即头嘛，无离即头，即个平嘛，哦，那叫平等。平等，这叫性，平等叫性，哦，所以伊咧这物件，六祖为言是咧讲这物件，无论是你特别问什么物件，但是你一定就是安怎，就是你遐第一就是讲，你袂使失去本宗；第二就是咱文理法，出国这两边，所以一切。即话无为自性，你讲的这个是未使离开自性，未使离开自性，就是讲什物件，就是未使离开本宗嘛。自性就是本体嘛。哦，本源有人问你，出故真相，有人问你是离开，比如讲，人问你相，人问你相，哦，问你相，你讲讲无相。哦，老师有名嘛，过去迄个什么人问你嘛，伊问伊上，伊讲出无上，过去什么事？你什么？这个明明跟你讲的是讲，这个上就是什么物件？这个是什么物件？先对你在咧讲的先就依完经义，老祖就讲，伊讲我过去一路来，所修的是正法，听过去的祖师，我才敢去骗。迄个正定的这个法，做人就讲啊，因为你上叫做一边嘛，无上叫做一边嘛，有无？这叫做两边嘛。但是中有一个真相嘛，真相之道嘛，真常之道。啊，你上甲无上，这是毋叫做对立？啊，这个对立了后，因为你即是上，但你即是无上，啊，即到尾拢无正常。敢是安尼？真相内底，就无落去上，甲无离无上。真相内底包括上，甲包括无上。所以即句话就是咧来讲安怎？甲你讲，出入真相对立啦。伊甲你讲，因为伊甲你讲安尼讲，伊即边。是，你甲讲非；伊讲是非，你甲讲是。这是咧看上因，上因中道义。上因就是讲两种你拄着了后，你爱签这个物件，你爱签这个道理。你袂使落去伊家己讲是，啊，为了讲是，伊甲讲非伊讲是，安尼你嘛落去一头了。啊，你嘛落去，你无遇到咧对不对？所以呢，咱讲，我有人问你，古现存，该处对法，有无？用处对伊讲，伊讲上，对，无上啊，讲，无上对就合法。这个物件了后，伊会来对真相六祖里面就是这样。因为伊落去，这个叫做绝对，这个叫做绝对。这是叫做绝对，这叫做相对，相因叫做相对嘛，
但是伊就是咱来去相因嘛，不？来去来相因嘛，来去相因触中道义嘛，这个叫做道义嘛，这个叫做相因嘛，相因嘛，相因嘛，这个叫做中道义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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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因就是一般顶拍对方的相，爱进绝对，爱去进绝，所以自性就是讲作弊。自性，咱咧学个代性，还是讲叫做作弊。你知影经讲嘅？但系讲，说不得，就有人以3000大千世界七宝相报喜，是人得学嘅论道好。说不得嘅上多说准是学嘅最学嘅是无论的说明。这句话就是咧讲什么呀？这句话就是咧讲。叫做上因的意思，因为咱讲，假使有一个人用1斤6的地球的七宝吃饱了，有这无？说不定讲上多些，但你听好，有一个岛，有一个岛，就一个小，对不对？这个上因，这个上因了无？上因这不是绝对，这不是叫做绝对。相因，这换一个解释叫做相对，相对，是高度来说明讲，你就来带讲道，可以讲，若有人受持独相处乃至所有的为他人说有效的，这个叫做绝对，因为这个人会当受持大乘法，咱受持三宝乘法，为他人说，这个叫做菩萨。那这个菩萨，这个菩萨，这个绝对，伊这个相对，这个绝对，是咱拄则讲的。伊绝对的物件，绝对的物件，你用什么物件都袂当甲比。一个无漏，甲一个有漏，无漏你看起1点都袂当漏的，你下漏看起就去参漏了。你讲起来，你有11粒地球，是1粒地球7宝。有这个无作者，因为很多是用所谓的做比喻嘛，有这个。但是呢，假使有一个人，佮超过一个安心一个上，伊毋是叫做绝对，伊这种叫做上因啦，相对的叫做上因啦，所以因为咱合作的，这块就到这块就讲。咱合作的，咱毋是多着讲。伊这后壁拢用对的尔啦，拢咧答应安怎对安怎对。其实这物件是拢咧交代，这毋是真正。伊咧讲的是我意思讲，要安怎讲，要教安怎讲法安尼尔。所以咱就讲出来讲，该出发。来去上面究竟义法爱真句，无？因为这个义法是对的嘛，上因嘛，敬无去处。因为你若当义法上处，敬无，这个物件敬无可法说，你我是上的物件，毋是互你用语言会当这样表达的，毋通叫做敬无去处，我都用语言去甲做表达。名义多端，生命处灭，里面咱讲讲，叫安怎名义甲做表达，你当表达的物件嘛。所以呢，伊来讲用无去处，这互咱知一个方法啦，但是三科啦，伊这讲三科，三科法无相，来对我连一遍，三科法无相。三科法无相。应改业。应该入也，应该入也，应该入也。应是五因，应是五因，色受想行识，色受想行识。是啊，是啊。入是12入，入是12入。我有六根，我六根，
色声香味触法，色声香味触法，内有六门，内六门，眼耳鼻舌身意，眼耳鼻舌身意，是啊，是啊，界有18界，界是18界，六尘六门六色是啊，六尘六门六色是啊。哦，这是讲三科啦吼，伊就是用着这个三个科目，三科意思用着这三个科目啦吼，来甲咱分析这物件啦吼。第一就是讲，这个音哦，音是安怎音？伊是色声香色受想行识，这叫做五蕴。啊，韵韵属音嘛，啊，这个色，这个色，这个色属我嘛，哦，啊想行识修想行识属来嘛。哦，伊安怎讲呢？这个色叫做形形色色，万所有相拢属色，叫我声音嘛是一个音频，嘛是一个色，声音就是色，香嘛是一个色，这叫做电的物件。哦，啊，因这个色咧，当中就是因为所看到的形形色色，包括一切你都感受到拢属色。这属于我，但是想行识这属于来，这受感受嘛。哦，你看到这个物件，你感受安怎？你无迄无感受嘛？你看到哦一枝花，你有感受无？你当然有感受，你袂当讲我无感受嘛。哦，啊你一个花，唔要怎个花？你嘛是爱去选择我爱的物件，你来去食；无爱的物件，你来去食。迄叫做爽感受。你去食物件，是毋是咱注册为食所爱食，但你无爱食，因为我这袂感受这个物件，这个物件我就袂爱食。你不爱食，无代表人爱食；人爱食，无代表你无爱食。敢是安尼？就个人的感受无相像嘛。啊，这相是是咱家己内心。想会说明一个想嘛，想就是想嘛，哦，现在想，因为我看这个花水对不对？因为我看到啊，我收到啊，但我会想啊，想啊，让它买回来，哦，这个水才水吼。每这个花个人插到我的，哦，这个听哩，插到来我的对的所在，虽然会想。哦，咱闻着一个物件，咱感受闻着一个物件，哦，这比较香。不过你会想袂，当然你嘛会想嘛，哦，所以这想来呢，第三句呢，就叫做行，行就行动啊呢，到时行动啊，要甲买倒来啊，好，啊这比较慢慢来这是不是安尼讲？哦，这个阿里山真好哦，咱上好上那个阿里山，比阿里山个咱较上熟悉那个山那个几十年啊，走过去个，你上嘛去上去啊，你较行去行去啊，你敢袂惊你爬落去？你袂惊你爬落去？而且都对你这个修都无重要嘛，这个原来嘛，识，你的识就是叫做储存嘛，哦，叫做存嘛，哦。哦，这个储存嘛，我，储存嘛，吼，储存伫你内底，你不识个内底，你较想嘛，你想啊，参啊，你有去想安尼尔，哦，啊想爱有咩，叫做爱讲爱，后面唔怕爱，是啊，个人情况，但袂讲个咧，买袂成，食袂起，但是啊，较想嘛是较想你，老啊会来，那这个叫连贯。修这个灵魂起来，但是因为修形色，这物件叫做咩？安尼叫做运，
就是属阴嘛，对不对？阴嘛，所以咱们叫做第一，咱讲叫阴，吼，第一讲叫阴嘛，安尼解释啊。啊，这个因为这个物件内底，咱这个动作，这个物件内底，咱个安怎色？咱心经就讲色为空，后边是空嘛，这个空就是讲叫做空色。哎，听咯，这空是看看无？哦，你色着空，受着空，想着空，想着空，色着空，这个空叫做清净，还是叫清净？好，这叫叫。这个空叫清净不了，你这个色是外口的形形色色，而你内底空色，这个清净的物件，色空，色空不二。安尼你这个花就变成，你这个色变成啥？你是色变成啥？因为你这个色会变成，这个花互你看，这个花互你看，你用着空色，用这个空，这个清净空色，你看这个花一定要看，一定要看。对，看到迄个花，甲你微笑，你真正甲你微笑，你那会的速度扩大，都是讲郁郁黄花为是波罗，迄个黄花。迄个异香花，迄个异香花，迄贵皮你甲看去，你甲看贵啊！迄个花哦，哪是地味哦？嘛，迄花啊，甲你地味甲你笑，啊嘛，清清翠的即是如来。如果清清的翠的，那是如来那些物件，哦，如来的显化，如来地位先变化，其实物件因为你用空性，你甲看迄个物件。